Hello， 大家好，我係港在灣區 Hugo， 我而家身處嘅位置咧就係我哋珠海金灣嘅航空新城片區呢一度啦。咁喺我身後呢一個咧就係我哋航空新城賣得最好嘅一個銷冠項目華發金灣府啦。咁相信好多粉絲朋友仔咧都有了解過呢一個項目噶啦。目前呢一個項目咧就賣緊18000嘅一個均價啦，帶裝修仲要係騎樓嘅一個階段噶。咁 Hugo 今日要同大家介紹一個新盤咧，就係喺華發金灣府對面呢一個叫做湖城大景項目啊。呢一個項目咧，當其時業主買翻嚟嘅時候咧，價錢咧係要比而家金灣府嘅價錢咧，仲要貴得好多嘅。咁今日呢一個業主如果想甩手嘅話，起碼都要蝕超50%啊！咁所以咧，呢一個單位性價比係非常之高嘅。我哋而家入到小區入邊啦，咁整個小區咧係21年交付使用嘅，咁至今都過去咗4年嘅一個時間。我哋而家睇翻整個小區嘅綠化園林啦，以及佢一啲基礎設施啦，佢保養維護得還 OK 嘅。咁整個小區呢一邊咧，佢內容係非常之豐富嘅，有商鋪啦，有我哋寫字樓啦，有我哋一個酒店啦，以及有疊墅啦、住宅啦去組成嘅。整個屋苑咧係分為27棟，總戶數咧係1728戶，容積咧係2，綠化咧係35%嘅，而佢嘅管理費咧就係3蚊1平方由龍光物業去管理翻嘅。咁我哋而家睇翻整個小區嘅入住情況咧，大概係40%左右嘅一個入住。咁而呢一度嘅配套咧已經係十分之成熟噶啦。你落樓嘅話，基本上係可以享受到一啲街鋪啊，一啲簡單嘅食肆啊。咁喺呢一度步行咧10分鐘咧就可以去到我哋華發商都中心湖歌劇院嗰一邊。咁啊亦都係非常之便利嘅。咁由呢一度出發咧，去到港珠澳大橋關口或者珠海市區咧，係僅需要25分鐘嘅一個車程嘅啫。好啦，講咗咁多，我哋而家即刻上去單位嗰度睇睇先。OK， 咁今日要同大家介紹咧就係我身前呢一個單位咯。咁入到單位呢一度咧就係我哋一個入戶花園空間啦。咁業主喺度咧都做咗一啲鞋櫃喺度嘅。咁然之後身前呢一度咧都做咗好多嘅一個收納空間啦，以及我哋一個酒櫃喺呢邊噶。咁喺訂製方面咧，之前個業主都使咗唔少錢噶啦。咁入到嚟咧就係我哋一個廚房。廚房呢一邊咧，佢將個原先嘅冰箱位咧都做咗一啲收納櫃喺度嘅，因為個廚房唔係好大，咁佢就係一個 L 型嘅設計啦。咁廚房嘅嘢基本上係應有盡有噶啦。咁然之後再出翻嚟睇翻我哋嘅一個客飯廳啦，而飯廳呢一邊咧就擺咗一張4人台喺度，咁所以咧佢頭先廚房係做咗一個收納櫃，將冰箱咧就擺咗喺出邊呢一度啦。咁而我哋客廳呢一邊咧，業主都做咗一排嘅展示櫃。喺呢邊啦，咁到時候可以喺度擺個投影啦，咁喺度睇下電視都 OK 嘅。咁然之後露台呢一邊啦，出到嚟咧就係一個南向嘅露台，係非常之開揚嘅。其實喺呢一邊咧係可以睇到少少中心湖歌劇院嗰個位置啦，以及咧喺我哋下邊咧可以睇到一度吉地啦，嗰個吉地係一個教育用地嚟噶。咁下邊咧全部都係商鋪，一啲低樓層啦，基本上日後咧個視野都係非常之開揚嘅。咁然之後呢一個單位嘅陽台咧，業主都做咗一個洗衣機嘅收納空間，以及一個洗手盆喺度。咁呢一個單位嘅面積咧就係99個平方，係做咗3房2衛嘅。咁當其時開發商嘅交付標準都比較高嘅，因為佢係每一間房都做好晒冷氣機呢一個風管機俾到你嘅。咁首先嚟睇下我哋第一個客房。第一個客房咧，業主都做咗一啲訂製衣櫃喺度噶啦，同埋做咗一個訂製嘅榻榻米嘅床位喺度。咁到時候咧，其實呢個位置仲可以擺到一個書台都係冇問題嘅。咁其實空間係非常之足夠噶啦。其實佢房間嘅利用率都比較大嘅。咁再睇下一個公共洗手間。公共洗手間呢一邊咧，做乾濕分離馬桶啊，全部做好晒俾到你。咁然之後呢一邊咧，就第二個客房。第二個客房咧，佢同樣係做咗一個訂製式床位啦。咁下邊係好多一啲收納空間嘅。咁呢個單位咧，所以如果你買翻嚟嘅話，基本上你要求唔係好高咧，直頭係可以拎包入住噶啦。然之後主人房呢一邊咧，佢就做咗一個7字形嘅一個衣櫃喺度。咁然之後洗手間就喺呢一邊嘅。
入到嚟咧就係我哋主人房一個洗手間啦，咁同樣乾濕分離啦、馬桶啦，全部都有晒嘅。咁佢做咗呢一個7型衣櫃之後咧，就唔會怕話入到房間入邊咧個床頭對住個洗手間嘅一個作用，以及更加利用多一啲收納空間俾到你啊。咁然之後有個飄窗台，我哋主人房呢一邊咧同樣係朝翻南向啦，視野都係非常之開揚嘅。今日個天氣就唔話特別好啦，咁但係望落去都好舒服嘅。咁呢一個單位咧，總共嘅面積就係99個平方。咁現階段咧 ，Hugo 同業主商量完之後咧，呢個單位個掛牌價咧係135萬就可以攞低噶啦。但係點解今日會過嚟柏湖城大景呢一度咧？因為呢一個同個屋苑咧，仲有一套更加平嘅單位。咁仲有一套單位咧，同樣嘅面積就係10樓嘅。咁呢一套咧就係15樓。咁呢一套嗰套單位咧，業主要價咧係僅需要120萬嘅啫。咁如果有興趣嘅粉絲朋友仔咧，記得 WhatsApp 翻我哋，帶你過嚟實地去睇一睇呢兩套單位，去對比一下睇下邊套單位會更加合適你多啲。咁好啦，今期嘅節目分享咧就到呢度啦，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拜拜。